好，同學今日會透過呢條影片咧，係去教翻一啲作業資料題咧需要注意嘅事項嘅。咁由於個課時所限啦，都唔能夠一日喺課堂嗰度係去處理啦。嗱，咁首先咧要講嘅就係第16版啦。咁如果係要改正嘅啲同學咧，請你留意啦。條題目係問緊你國民黨定係共產黨咧，係較大嘅迫切性，所以咧其實咧你哋做題目嘅時候咧，一定要無論國民黨定共產黨咧，都要講嘅原因。首先你第一樣嘢你要答咧係何者有較大嘅迫切性，得唔得？第二就係講個原因。首先你要講 A 政黨，然後你再講 B 政黨，為什麼呢？沒有迫切性。好啦，咁你講 A 政黨咧，就係要講佢為什麼咧就有迫切性。咁如果你係要知道嗰個作答嘅內容，其實我之前提咗大家，你哋咧係可以喺翻即係課堂嗰個教學嗰個 PowerPoint 入邊咧嘅內容咧，你係能夠可以揾得到嘅。咁 PowerPoint 咧入邊咧就喺即係2.2呢個課題應該係啦2.2呢個課題咧嘅 PowerPoint 咧入邊嘅唔係2.2應該係2.1呢個課題嘅 PowerPoint 咧嘅第12版係啦，你就可以揾到咧成個嘅答案究竟邊一個你認為迫切性比較大嘅參考答案可以喺呢度係去理解到嘅。好啦，咁呢個咧都係改正啫。咁我哋落翻今日嗰個重點就係嗰個作業嘅教學啦。好啦，咁我哋咧要處理嘅咧基本上咧就係咧第21版以及第22版呢兩版。好啦。前面呢啲咧，我諗你哋自己有能力做㗎啦。咁呢條係一條挑戰題咧，嗱，去到中3啦，下學期啦。OK，咁佢條題目咧就問緊你啦，西安事變嘅直接受益者係中國共產黨。好啦，佢要你咧做一樣嘢，根據史實加以論證。所以首先呢條題目咧，其實係冇得不同意嘅。點解啊？因為咧，佢叫你論證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一定係咧呢句説話咧係正確嘅，明唔明白？係啦，咁就你作答咧，其實你就一定要講呢番説話係同意嘅。咁你咧用一啲嘅證據係去説明佢究竟點解直接受益者係中國共產黨啦。好啦，咁如果你參考個課本嘅內容咧，你應該係可以喺個課本嘅 page 61到63入邊咧，揾到一啲相關嘅證據咧，係去説明呢條題目係啱嘅。好啦，咁佢答題指引嗰度咧就有兩樣嘢你要留意嘅。究竟西安事變前個處境，共產黨係點樣嘅咧？另外就係西安事變發生咗之後，係嘛？有什麼影響咧？有咩好處咧？咁我哋咧要留意呢兩樣嘢。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知道共產黨喺西安事變之前究竟發生咗咩問題啊？咁當時咧其實咧我哋上個課堂咧，我哋就教到10年呢個國共嘅武裝對抗，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喺個課題2.2嘅時候，同埋2.1嘅時候咧，我哋就講國共分裂同埋武裝對抗，就由1927年去到37年，其實係一個10年嘅武裝對抗。
咁尤其是咧，你會見到咧，當時咧係喺西安事變之前咧，咁共產黨咧係經歷咗由1930年代國民黨咧嘅5次大圍攻。好啦，咁你會見到啦，當時其實你會見到第5次大圍攻咧，就係圍攻呢個瑞金江西嘅根據地，即係講緊呢個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啊，係啦。咁當時咧，你會見到咧，共產黨就要走佬啦，係嘛？咁咧就走佬個過程就叫做25000里長征啊。咁你會見到最終咧就去到延安咧，就建立咗陝西嘅延安咧，就建立咗新嘅根據地。好啦，咁我哋咧就要睇佢當時嘅情況啦。咁啊，而家條題目就問緊你，究竟西安事變之前共產黨嘅處境係咩咧？咁你就要解釋到西安事變之前咧，共產黨咧其實係經歷咗5次嘅大圍攻。係啦，即係國民黨咧，先後派5次派兵咧係圍攻呢個江西瑞金嘅根據地。咁最終咧，佢哋要發動呢個25000里長征啊，抵達咗呢個陝北嘅延安。咁但係當時咧，究竟共產黨會面對一個乜嘢嘅形勢咧？係嘛？我哋就要知道啦。OK，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嗰個課題嘅呢個2.2啊，係啦，係咪啊？咁啊，係啦。咁我哋咧就要係睇呢個2.3呢度。OK，咁先至咧係可以係去得到個答案嘅。咁咧嗰個個指引咧，其實你就要利用第61頁呢一個咁嘅數據啦。好啦，咁啊，即係你要講，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西安事變之前經歷咗長征之後，紅軍咧係實力大減嘅，因為你會見到佢嘅人數咧由1930年嘅大約10萬人去到長征之後 ，OK， 呢個長征之後。西安事變之前，咁你會見到咧，當時共產黨咧嗰個兵力咧嘅紅軍咧就急劇咧由34年嘅10月下降到去咧只有大約13000人啫，係嘛？雖然咧佢哋咧就喺呢個陝西嘅延安嗰度咧建立咗新嘅根據地啦，但係咧你會見到啦。建立咗根據地咧並冇用喎，因為當時咧蔣介石1936年咧，佢哋仍舊派兵咧係希望前往陝西係圍困圍攻呢個紅軍，係嘛？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當時對於共產黨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存亡之秋嘅一個嘅機會啦，嘅困局啦，係嘛？咁因為咧個人數咧係急劇下降嘅。得唔得？係咪咁樣？即係你呢個情況，如果你根據翻書嘅講法咧，就係經歷咗長征之後咧，個實力就大減，得唔得？咁所以咧就更加面對咧蔣介石咧係派兵咧係圍困呢個陝西根據地嘅紅軍，咁所以咧基本上咧當時咧共產黨面對一個生存嘅危機啦。好，咁呢度咧就處理咗成條題目，我哋會見到咧即係成個。呢個成個呢個題目入邊咧嘅第一 part 啦，究竟共產黨嘅形勢如何啦？咁至於第二 part 啦，就係而家佢問緊你係咪直接受益者，我哋就要講，喂，西安事變之後，其實咧共產黨會有一個咩嘅發展情況咧？咁我哋咧又要講一講啦。咁啊，即係你會見到啦，西安事變之後，其實由於呢個共產黨主張建立呢個抗日統一民族戰線，咁個目標咧，其實咧係希望咧擺脫國民政府嘅圍攻，係嘛，謀求一個發展嘅機會。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啦，佢首先佢避過咗殲滅嘅危機啦。西安事變之後，你會見到咧係出現咗聯共抗日啦，係嘛？經過咗西安事變之後，出現咗聯共抗日，咁10年武裝嘅對抗咧就結束咗。咁所以咧就俾咗一個空間咧，你會見到啦，共產黨咧係去休養生息啦，或者係積存一個嘅實力咧，係去準備對抗日本人，係嘛？咁而呢一樣嘢咧，對於共產黨嚟講咧，其實就係一個直接嘅得益啦。因為點解啊？佢原本咧係幾乎咧係被殲滅啦，咁而家咧係提供咗一啲嘅空間俾佢咧有一個喘息嘅機會啦。
咁所以呢個咧，你會見到咧，我哋能夠你喺條題目咧，你要提到嘅就係佢哋有一個喘息嘅機會，得唔得？你要提到佢哋有一個喘息嘅機會，咁而之後再進一步係加強咗咧共產黨咧往後嘅發展啦，係啦，咁俾咗個空間佢哋咧係可以係去發展啦，甚至乎係喺抗日戰爭期間係積存啲實力，咁最終咧你會見到喺個歷史上面咧，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喺1949年咧係成功建立啦，喺戰後嘅時候係嘛，咁即係完成咗內戰，係打敗咗國民黨，係取得全國嘅政權，咁所以咧其實西安事變咧的而且確就係你會見到咧直接嘅得益者咧就係呢個共產黨啦。咁呢部咧就係即係第21版作業佢咧應該要處理嘅一啲嘅內容嚟嘅，係嘛？咁你可以喺翻書第61到63版呢度咧係去揾到嗰一個嘅提示啦，係去完成嘅。好啦，咁至於後邊呢一度啦。好啦，報刊係指咩事件？我諗大部分人咧都能夠係去知道嘅，因為從你會見到咧係張楊對蔣進行兵諫，咁所以呢件事咧就1936年咧嘅12月呢啲係一啲咧我哋叫做咧，如果我哋讀高中中史我哋咧要有一啲歷史嘅技能啦你要知道原來1936年咧嘅12月咧係發生咗一件事件咧，就叫做西安事變。OK， 咁所以咧呢一個答案咧就一定係西安事變啦。係啦，西安事變啦。咁點解因為你會見到啦個證據 ，OK， 個證據就係咧，你會見到咧張學良啦，同埋楊虎城咧，係於咧1936年咧嘅12月咧，係對呢個蔣介石咧係發動兵諫。咁你答嘅應該要係咁啦。咁張楊我諗就唔使諗啦，大家都識㗎啦。張學良、楊虎城。好啦，點解要發生上述嘅事件根據圖片資料就你所知。好啦，圖片資料咧就係咧，你會見到啦。圖片資料咧有一句好重要嘅，就係全國民眾迫切要求爭取中華民族生存啦，得唔得？係嘛？咁所以咧，你會見到當時我哋會面對嘅乜嘢嘅情況點解要發動上述嘅事件？因為當時咧，中華民族咧係面對一個生存嘅危機，係啦。咁所以咧，張學良咧同埋楊虎城咧，如果我哋根據翻個課本嗰度啦，咁佢咧就三番四次咧係勸諫呢個蔣介石咧係需要咧係國共合作咧係一同係去抗日嘅，得唔得？係啦，即係呢度咧你會見到啦，呢兩個東北軍同西北軍嘅領袖，佢當時認為係點佢哋應該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係嘛？咁但係個問題係咩蔣介石咧就唔肯改變方針就不獲接納啦。咁所以咧最終咧你會見到啦佢哋咧蔣介石咧希望當時嗰個策略係咩要做一樣嘢就叫做先安內後讓外，得唔得？咁所以咧佢哋咧於是咧就發動呢個兵諫咧，係咪以兵諫嘅方式咧就軟禁蔣介石啦？以兵諫嘅方式軟禁蔣介石，希望咧說服咧呢個蔣介石咧係停止內戰，就一致抗日啦，得唔得？係啦，咁呢個咧就係嗰個基本嘅原因啦，係咪？咁你就可以咧喺呢個其實都係呢幾版㗎，即係喺61頁60到62頁咧，你可以揾到嗰一個嘅答案你會見得到。好啦，最後一 part 啦，你會見到呢條題目。
OK，咁啊根據圖片嗱，頭先就根據圖片啦，並就你所知，你都要根據圖片嘅喎，係嘛？即係呢度同學仔，你首先你要講，哇，根據圖片嗰度係嘛？係嗰個西北文化日報寫到咧，全國民眾有迫切嘅要求，係嘛？希望爭取中華民族生存。咁個原因係因為當時咧，我哋面對緊日軍嘅侵華啦，係嘛？咁但係咧，然後就你自己所知，就係根據我哋所知，就係蔣介石佢唔願意放棄消滅共產黨，佢要先安內後讓外，而你會見到楊虎城以及呢個張學良，佢哋咧曾經多次勸誡蔣介石停止內戰、一次抗日咧，都唔接受，所以咧佢就發動兵諫軟禁啦。OK，咁即係你要記得，一定要識得用資料，你先至可以攞到最高分嘅。好啦，咁最終啦，你第4條啦，你認唔認同兩個人嘅行動？嗱，其實你同意又得，唔同意都得嘅。OK， 兩個都冇所謂嘅。如果你同意，你就當然係從一個民族大義嘅角度係去睇呢個西安事變呢件事件啦。因為當時我哋中國人咧面對緊咧呢個迫切嘅一個生存嘅危機啊，係咪咁啊？我哋面對即係日本人嘅一個嘅侵略，咁所以咧，如果佢發動呢個兵諫咧，其實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咧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啦。咁我哋中國人咧就唔會再進一步咧係俾呢個日本人咧係去入侵啦。好啦，咁所以咧即係而且你都應該講，喂，佢哋曾經多次係發動即係勸諫蔣介石都唔聽，咁所以佢哋先至迫於無奈咧就要進行兵諫。其實佢哋咧都係一個愛國嘅行為嚟嘅。好啦，咁咧呢個係同意啦，但係如果你唔同意咧，嗱，我好難一一咁寫喺度㗎，係啦，咁但係咧即係你聽完我呢條片咁講咧，咁希望咧你哋就自己係認識啦，係啦，咁嗱我分翻兩橛啦，都要寫下㗎啦，如果唔係你哋都唔明㗎啦。同意不同意？好啦，如果你同意嘅時候，你應該要講係中國咧係面對咧一個日本咧入侵嘅危機啦，得唔得咁但係第二咧，你會見到啦，蔣咧就先安內後讓外，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咧就有機會咧，令到咧即係中國咧係陷入咧日本手中啦。咁呢個咧係好危險嘅。咁所以第三啦，係啦，支持佢咧嘅行動啦。個原因係因為咩啊？可以咧係令到我哋共同可以令到我哋共同咧係合作咧係抗日。咁呢個係你支持嘅諗法啦，係咪？咁大致係咁啦。喂，如果你唔支持嘅，咁當然你就梗係從個政黨嘅角度嚟講啦，係嘛？從個政黨嘅角度嚟講，喂，張學良同埋楊虎城佢哋係一個軍人嚟㗎嘛，係嘛？軍人咧理論上咧就梗係唔可以發動兵諫啦。即係如果你係唔同意，你要從一個國民黨嘅角度，從國民黨嘅角度係啦，從國民黨嘅角度係去睇。係去睇呢件事，咁因為點解啊？因為你會見到係不能咧係以下犯上嘅，係咪？咁係有違軍法嘅，係嘛？咁第二啦，喂，可能行動嘅負面嘅影響係咩啊？可能咧係導致到咧社會咧有進一步嘅動亂。反而咧係點啊？加劇咗咧日本咧進一步入侵嘅可能，得唔得？係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啦，
第三係嘛？即係發動咗兵諫之後，究竟蔣介石即係你會見到最終你會見到張學良咧就護送蔣介石翻到去南京啊，咁釋放咗蔣介石啊。咁究竟蔣介石會唔會守承諾？其實咧係一個未知之數嘅。OK 係嘛？即係未能咧係確定到咧最終嘅目標咧係咪能夠達成嘅？係啦，是否咧係可以咧達成嘅？嗱，好料啊，冇辦法啲字，咁你一路聽一路睇啦。嗱，咁大致上咧嗰3版嘅作業咧，基本上就係咁啦。咁基本上咧，大家就要做作業，今次應該就係要做到起碼都22版。係啦，定係講到其實我教就應該教到第24版㗎啦。咁我好似係講到做到22嘅印象中，係啦。咁嗱呢條片咧，我哋去到呢度為止啦。咁基本上都成20幾分鐘㗎啦，係啦。咁就應該有一個好詳盡嘅教學㗎。咁希望大家可以咧好好做好呢2頁嘅資料題，係啦，為之後咧進一步學習咧就做準備啦。咁呢條片咧講到呢度，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